元終於都迎嚟一個大反彈，市場基本上一致認為係日本央行無預警出手嘅干預。但係今次發生嘅時間真係相當之微妙。同一時間，市場係做緊乜嘢呢？第一，日本央行原定明天即係7月31號就公布議息結果。咁全球大型交易商已經準備好晒，聽日就係重要嘅日子，一切交易程式已經全世界 stand by。日本央行肯定知道自己聽日係會公布唔加息，呢個佢哋自己肯定知嘅。日本央行深知道呢一個消息親自講出口，係極大機會自己嘅貨幣再有藉口俾人狂沽。而家日本出入口外貿仍然係逆差，佢本身嘅貨幣如果貶值得太快太瘋狂，的確係對日本嚟講相當之不利。但係日本又深知道今次如果真係加息，咁佢本身欠落嘅債呢，要還嘅時候又會變貴咗個成本，高咗好多噶啦。於是佢哋終於諗到偷雞，你聽日睇死我唔敢加息，我今晚就漏夜突襲，自己買翻自己啲 yen， 仲要係大手嘅，仲要係極速嘅，目的係要觸發你哋全世界嘅電腦，你已經設定好嘅交易程式，該止蝕嘅就一齊止蝕，該低位買嘅就低位一齊買，導致極之大量嘅交易係一面倒，只係做一樣嘢，就係買日元。日本央行今次取得一次階段性嘅成功，日元由163 yen 對1美元，用咗1個鐘頭多啲就變咗用158 yen 就可以買到1美元。呢個係一個日元嘅升值，足足係 2.5%。試諗一下，一個國家一個貨幣一個咁大嘅經濟體系，用咗1個鐘頭多啲升值 2.5%， 呢一個係相當之大嘅一個波幅，相當之大嘅一個單邊嘅走向嚟嘅，即係500個點子有多，係一次成功嘅突襲。隨住呢1個鐘頭過去突襲成功之後，其後嗰個交易日波幅都係相當之唔細，最後今個禮拜收市日元對美元 157.642， 成功避開咗宣布唔加息，但係又唔使俾全世界一意孤行沽爆佢。好，呢個出手時刻的確係十分之漂亮，但係更加吊詭嘅係同一刻 NK225 嘅夜期應該係大跌嘅喎。過往嘅走向就係日元升日股跌，日股跌日元升，幾乎係個概率係相當之高嘅。但係冇，今次冇，仲大升添。點解啊？同時地球另一邊廂納斯達克係上升，仲升得唔少添。咁納指嗰日升乜嘢啊？其實係幾間科技巨頭出業績報喜喎。咁日本以至韓國真係我真係查找唔到夜期，如果有其他高手就真係幫手揾一揾韓國有冇夜期，夜期喺邊度？我就從來冇交易過韓股或者韓國期貨嘅。咁日本以至韓國咪升俾你睇咯。今次係極之罕有，極之罕有，極之罕有，可以講3次。日本股匯雙升係大奇蹟日。你話今次日本係咪神一般嘅操作呢？我就覺得真係係噶啦，今次好代表作嚟嘅。但係大家冷靜一下先，美日息差
響呢一刻其實冇任何基本改變嘅喎，即係佢哋嘅息差一樣係咁闊嘅喎，要 carry trade 嘅，往後繼續係可以 carry trade 嘅喎，即係做佢個利差交易、套息交易嘅喎。咁即係日本今次又嘥子彈買時間，市場反應普遍認為係由呢個咁明顯嘅偷雞動作就睇得出，唔係偷雞係乜咁鬼鼠啊！日本股匯雙升，證明咗市場資金仍然樂於繼續玩呢張 AI 嘅音樂椅。接落嚟睇返日經平均指數，佢會係跟日元逆向操作啊，定係死跟呢個納指科技？相信觀眾大家心裏有數，答案係呼之欲出㗎啦。日元係死貓彈，定係跟納指行先係出路呢？呢個真係要跟住市場走，一路跟落去先至會知道嘅。好，我哋轉一轉個重點，仲有其他重點嘅，即係日元係重點，納指係重點。納指而家最矚目嘅，我哋覺得係就係隻 SpaceX 㗎啦。嚟緊呢個星期就會見真章，8月4號出業績，8月6號禁售期解禁，到時呢兩日我相信全球任何科技類公司或者係科技相關嘅指數一定會被飛呢幾日嘅消息影響得好犀利。最緊要咁我哋總結，今次我個人認為日元突襲係相當成功，但係日元往後日子係咪繼續捱沽都係一個常態呢？日經225就係俾呢兩樣嘢拉動住，日經平均指數經歷咗星期四日元反彈，納指出驚喜，日經響上個交易日又好似想打回原形喎，但係即是星期五嘅凌晨或者星期五嘅日間交易至到香港時間差不多天光咁滯佢又跌翻落去咯喎，跌翻落去62995，跌咗615點喺呢度，希望大家如果睇咗呢條片可以真係討論一下，留言一下如果中意條片呢，請俾個 like 如果覺得條片係有用嘅，可以分享同埋訂閱，以後我出嘅片呢，你都好容易會睇得到嘅。我係 NK225之探索者 Andy，Thank you。